好，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哈。那今天的这个临时记者会就由指挥官亲自来做主持哈。那另外还有我们社区防疫组的杨组长，那等一下会做一些说明跟呼吁哈。那我们就先请指挥官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早安哈。大家好，那我们先公布今天的确诊案例哈，我们大概有10例的确诊案例，那其中有1例是本土的案例，好，那这本土案例是原来从365、343，好，那在356、343，然后365，今天的案例是365是他们的孙子哈，那其他9例都是境外移入。那至于比较详细的资讯可能下午我们再跟大家说明因为这个资料还相当的不完整啊。什么？怎么样？对，因为那个稿子还没有给大家对，疫情的。我下午就会很清楚了。这个部分也会再补给大家，因为详细的疫调还没出来。好 ，OK， 好，没关系，我们再讲一次哈。今天这个10例有9例是境外移入，那1例是本土的案例。那这本土的案例呢是我们是说它是365。接下来我告诉谁？364那这里面是由前面的一个356、343他们的看看对了，我们再讲一次好了啦这急一下谁啊呢来，今天的案例我们是刚才讲没有错了就是今天的案例是365那我们这记得在昨天我们一个356，那前天有一个343。那这2位是就是从356传给343，然后这个365是这2位的孙子，那再传给他，这是一个亲密接触境内的个案，这样可以好。那今天早上这么早开一个记者会最主要是在连假期间这旅游的景点过度的拥挤。我们从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监视跟回报，还有新闻的报道里面确实有一些地方是非常的拥挤。那我们认为这样子会增加相关的一些群聚的风险所以为了加强防疫的量能我们特别要求第二开始要做所谓弹性上班跟异地上班的规划。然后第二个在这段时间有外出旅游到人潮拥挤者第一个我们请要自主健康管理那第一个我们要戴口罩，第二个我们禁止不必要的外出然后第三个我们要保持严格的保持我们的社交距离。那有症状者我们希望他不可以上班上学相关有这样旅游史那有症状的时候先不要上班上学，就医或者打1922。那有相关的症状，现在大家知道有发烧、咳嗽、呼吸道的症状、腹泻那嗅味觉的失调等等的都要明确的告知。那第5个就是上班时要报告当相关的主管单位那我们希望呢他尽量能够在家上班是最好的选择非必要不要到办公的处所。那至于我们的学生也要跟老师来做报告。然后我们也会请医疗机构扩大采检，有旅游史且没有办法排除相关可能性的我们都尽量予以采检。那也看到教育部也对学校发了一个通函跟通知那教育部的通报他整个一个返校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防疫事项，那也请大家务必要来遵守。好，那以上在今天的早上的记者会先跟大家报告这些事情。
那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今天记者会恐怕时间要短一点哈，因为等一下还要再开会哈。好，来。部长好，新传媒提问，这边想请教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垦丁的民宿业者抱怨说，政府一下令后生意下滑。那面对台湾许多观光旅游业生计的问题，指挥中心有没有一些配套措施？那第2个问题想要请教说，下一个连假5一劳动节，指挥中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也是防疫的因应措施？有可能会取消连假吗？谢谢。2个问题，第一个哈，跟旅游业者、旅宿业者哈，先表达我们的歉意哈，但是这也是不得已的哈，增加了很多的一些群聚的风险，那未来社会代价可能又更大。然后第2个，相关这个旅宿业者哈，那我们的各的单位哈，政府各单位都有安排一些相关的纾困，那未来有一些振兴的方案。好，那未来5一劳动节，就像院长所说的，我们还要看的是疫情的变化，再做最后的调整。不好意思 ，TVBS 提问，那个台南市长黄伟哲有提到说，像是虎头皮啊、雾山头水库都是有收门票的，好几百公顷，有3、4千的游客是相对安全的，但是他认为说这些警示地点没有慎重考虑，可能会重创观光。想请问一下，说指挥中心怎么回复？然后另外想请教说，是不是有考虑用手机定位？如果有定位的话，就可以知道说哪里拥挤，那这时候在特定区域再发出警讯。想请问这2题，谢谢。对，当然就是说，如果能够监测到单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情况，那当然是能够让大家避免大家的恐慌，当然是最好。那不过相对的话，我们很难做到，就是说对每一个人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交的距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那我们当然是大范围的跟大家讲。那有在那样的情况的，那当然就会避免；那没有在那样情况的，也有所警惕。年代电视这边想要提问，就是关于听说有陆生的私人群组传出有恐吓，就是指挥官陈时中的讯息，甚至传出要拿刀架在脖子上，请问一下警方会不会保护或者说提告这部分？谢谢。这个只要是跟假讯息或是这些恐吓的言语的部分，当然我们警方一定会去出面来做处理。那我们会去了解实际的状况。那这个所有人的人身安全都应该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受到保护。苹果日报提问，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开始要求民众做弹性上班和异地上班的规划吗？有没有详细的一些实施的一些办法？那在政府部门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展开这样的一个弹性上班跟异地这样的一个，而且我们都有办公室。那企业的指引我们也发过，那不过呢，我们今天下午会就这个议题做更进一步的讨论，来检视我们这些企业指引上面还有哪一些不足或需要改进的，那会很清楚的跟大家来讲。不好意思，华视提问，想要问一下那个部长，因为昨天有示范那个就是蒸口罩的那个部分，但是因为在好像2月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蒸口罩这件事情还是希望不要这样做，因为会破坏整个口罩的结构。想要问一下这中间的转变态度这个部分。其实在这里面我可以跟大家来报告就是说，要让这个口罩能够多使用的次数，一直是我很期待的一件事情。那可是食药署站在专业的角度上面，认为没有实证，他们就觉得这样子不够谨慎，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要求他对这布口罩做相关的检测跟实验。他们等到他们一步一步都把这个得到一个证实，不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paper 的这样的一个报告，那就这样的报告他们再去重新做过验证，所以验证完之后，他们才愿意来说这个是有效而且是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基本上那时候因为他们我那时候认为说，既然有 paper 在，那其实我们就来这样子做。那他们认为要更严谨，他认为说这也是知识体大。
那我也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对的，一直他们做得到，后来都验证过以后，我们才这样子的来宣导。不好意思，中天提问，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指挥官这边如何来定义，就是所谓人潮拥挤的地方，是以人数吗，还是密度怎么样的？那另外呢，就是其实有专家指出，这一次连假有出现比较拥挤的出游潮，那可能会成为防疫破口，甚至在10月10号开始可能会有确诊人数的增加。那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出现蛮多的那种家庭亲密感染的部分。那所以说，有些居家检疫的人，如果说他们在家里面开了聚会，那譬如说男友在居家检疫中，但是女友还过来或是跟他出去，那这样子的话，是否有开罚的状况？这样？就是说密集度那确实是很难，就是说单位的一个面积。那或者像刚刚有些市长提到说，它里面的门票的收入，那这人流上面没有那么多，或者我们说叫距离1公尺或室内1.5公尺，那事实上都很难的很完整的被定义到。所以这我们还是采取一个大数法则了那这样有可能性的，我们尽量提醒大家来注意。那至于居家检疫，我们是组长跟大家再说明一下。我们在居家检疫通知书上其实就有要求，这些居家检疫者跟居家隔离者必须跟家人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应该也是要减少访客。那如果说能够有找到确实他们有出门的证据，我们就是一定会予以裁罚所以我们会再进一步的去规范说，那居家检疫者应该要避免所有的访客，但是因为这个家庭可能还有其他的家人，你说完全是不可能，所以我们是会写避免。不过对居家检疫者本身，应该就是不要再接见访客。那我们会再更严格的在我们的居家检疫通知书上呈现。好，谢谢组长。所以我们现在也有那个前2天我们有特别在讲过说，如果家里不适合这样子来做隔离或很难做得到，比如说我们的预测没有办法分开，比如说家庭有小孩、老人，或者你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单独的空间，那这些我们的建议他们到这个安心检疫旅馆去居住。那若有困难，也可以寻求我们集中检疫所的帮忙。那近几天我们也就开始了，像我们的关怀中心对于居家检疫者也发出这样的一个电话，询问他的一个居住的环境，是不是能够恰当的做适当的隔离。那至于当访客一定要尽量避免了那未来我们可能在这上面的话一定会更加严格的要求。会有宣网提问，还是想请教一下指挥官，因为毕竟刚刚提到的定义还是非常的模糊，因为民众如果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发出的这一个要求，或者说是这一个禁令也好，我完全无法无所适从嘛。假如我去过夜市，到底算不算人潮拥挤的部分？我需要这样做嘛？那还有就是连假已经结束了，那我们今天才发出这样的要求，会不会在时机点上有所的？好像民众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太慢了一点？因为毕竟我可能今天我已经符合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今天已经去上班了，或已经跟其他人接触了，所以想请教指挥中心这样的考量跟刚才的定义，可否再详细一点的述说一下？对，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在整个的上面来讲，就是现在有接触那基本上它还是有，如果被感染到了它还是有一定的潜伏期在。然后第二个，我也跟大家一开始跟大家讲，这个一开始这样的一个过度的集中，我这2天讲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比我们的预期要来的严重。那第3个在拥挤处，那当然必然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嘛，我们不会说捷运做了下来，我们就自己要把它就隔开来了。那基本上我们还定义的，但比较严格，就是那些区域里面，那长时间的区域里面来这样做。然后第3个就是今天来开始什么行动需要做的，什么时间开始都不嫌晚了。那有必要我们就必须要做，不会因为说我们前段时间没有这样做，我们现在就一定不这样做。只要我们认为有必要，
那什么时候都要开始做。好，当然我知道这段时间在防疫的期间里面，好，常常这样的一个规定一直在变化，不管从采检的规定、入境的规定或居家或者办公的规定都一直在变，但是也只能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来配合。好，我们是认为，但每一个决定都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希望说在可能的范围内面，大家一定要来配合。那事实上，现在在居家办公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得到。那我们在里面就可以帮办公室也更空一点，好，那办公那真的有必要，你要去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我们相关戴口罩、距离相关的一些规定、洗手、个人的卫生，这些都要把它做好。总之，这个防疫是大家的事情啦，那它变化是在这一次里面，大家都没有那么充足的一个经验跟范例可考。那尤其是它的症状的多变性，更让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一定是一直在变，这是很痛苦，但是也必须要这样做，这个问题想请教组长，就说连假之后这段期间，从地方的检测中心或者是区域的医疗诊所，是不是已经有感受到传染疾病回诊的一个压力，也因此才有这个必要提出14天自主管理的结果？谢谢。目前其实不太可能这么早就会有这样子的个案出现，不过医疗界确实对这个连假拥挤的情况感到忧心。那其实本来我们已经在连假前就宣布要保持社交距离，无法的时候要戴口罩。不过看起来口罩戴的情况跟拥挤的情况出乎预期。那我们已经准备好的检验量能跟采检场所、采检医疗院所，应该是足以因应这次。不过我们还是想要避免更多的传播，就是你让他没有自主健康管理，他传染更多的人，其实是还是会没有必要。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有这样子行为的人可以尽量的自主健康管理。那自主健康管理就是避免出入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就在家里上班，这些情况都是希望让对社会的冲击减少，然后对我们的医疗院所的冲击能够减少一点点。目前是还没有看到采检潮。部长，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台湾因为超前部署取得了一定的防疫成果，但是我们的防疫战线也拉长了超过2个多月。其实人民的那个紧绷意识，还有经济的停滞，都来到了一个临界点哦。那民间也有呼唤说，经济陈时中什么时候要上场？那如果经济陈时中跟防疫陈时中出现决策思考，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清明连假，拼经济、拼观光跟防疫就陷入两难，这时候政策冲突的时候要怎么解决？当然你也点出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的问题了那不过我们认为是防疫优先呐那当然我们不会说为了防疫优先整个都把它让当下当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但是呢就是要随时的调整那因地制宜，那选择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来。那当然我还讲说我们是只有政府会做事会安心嘛，所以有任何的这样东西，我们也会跟这个相关的经济的单位做一个最好的一个讨论那选择一个最好的方式。那不过我还是强调，这样有一个矛盾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会以防疫做优先。焦点事件，那个指挥刚刚有提到扩大采检，请问是只要落实这一阵子陆续已经调整的部分，还是会有新的扩大采检措施？那天就跟大家有发了一个新闻稿，有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所以就是已经公告的部分，而不是新的措施。那但是我们昨天又多了一个里面的症状是多了一个腹泻嘛。我们再把腹泻会再加上去。那我们会透过健保署的系统跟各个医疗机构再重申相关的内容。东森新闻这边有一个问题要提问，就是针对居家检疫者，台北市疑似有出现检疫者违反规定外出，
然后是由家人代接关怀电话的。那针对隐匿者是否会进行裁罚？谢谢。这个当然是一定会的了哈，所以而且是他这边已经就是几乎已经到了明知故犯的一个程度了哈，所以这个还是不会从最基本的起跳了哈，会加重的处分哈。指挥官中央社提问，想要跟您确认一下，因为这个人潮拥挤的定义如果很模糊的话，民众真的会无所适从，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在家上班这样。那可不可以请指挥官具体的来说，是不是只要民众曾经去我们日前发布的这2则国家级警报里面提到的这些景点的人，就需要尽可能在家上班，然后不要上学呢？对，那当然哈，我们可以严格来讲哈，几乎我们今天在讲是这样子，而且包括这些，而且不限于这些地方了哈。有些地方特别的拥挤，你有比较长的时间待在里面，好，那有一些密切的跟不特定的人群的接触，好，那就是要这样子做。好，那至于就是说定义困难，那当然都定义困难。好，但是大家就等于是一个跟可以的话，有任何的情况，那最好能够在家上班。但是如果完全是没有办法，那就是要严格的遵守我们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距离跟戴口罩、勤洗手等等的规定，都确实要做到。这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都来靠政府做，每一个规范都把它做得很清楚。一方面我们有防疫的自觉的意志，那怎么样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同事，保护好家人，大家从我们这样的意识里面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那我们只是说很清楚的跟大家讲说，有旅游史的时候，那你如果有症状，那就不要上班，也不要上学。那老板也好，学校也好，也不能要求这段时间在有旅游史、那有症状的时候，要求你上班或者你不上班，那要对你就是说做相关的惩处，这是我们是禁止的，那是明确的。那至于怎么样去隔，那一步一步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渐渐有这样的防疫的意识。洗手怎么洗？那口罩怎么戴？社交距离是什么？那这大家都要严格来遵守，才能够让这样伤害减到最低。不好意思，部长，所以我再确认一下，就是说不只是我们之前细胞简讯发布的地方，而是全台所有人在这4天的连假曾经到过人潮聚集的地方，都要自主健康管理，如果有症状都要请假，然后在家，是这样对，那请教姐尽快跟我们的1922或者到医疗院所里面去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诊疗，那把旅游史要确实的报告。联合报提问，想确认一下部长刚刚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判断我们符合刚刚这些去过拥挤地方、接触不特定人的这样廉价的这样历史，那我们如果今天不去上班的话，如果我的工作可以满足在家上班，那这个雇主他还是依然要给薪水，然后不可以要求无薪假这样子的意思吗？那假设说今天雇主判断我的这个工作可能是服务业等等的，我人不到我就没办法工作，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呢？谢谢。对，当然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时间里面。除非你行业大量的就出来这种你根本就没有符合这样的状况，那你就借由这样的名义要来弄，那当然这是在这个我们的劳动的单位会来处理这相关问题。但是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停留在家里，那未来怎么样去补班或怎么样，那可以再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希望就是说，你有了症状的时候，那尤其是有症状请假那个东西，那就不能再做任何的就是说不给薪啊等等的情况。只是在模糊的时候，那可以在劳资双方可以来做讨论。但是我还强调说，有旅游史有症状那你要在家里休息的那这个不能在劳动条件上给予任何的改变或薪水给薪等等，这都不行的。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今天提到的个案是365例，因为我们有消息指出，好像台北市的某公托，昨天有确诊者，然后今天已经停效了，是否就是这一例呢？
我不敢说一定是，不过基本上因为这小朋友是那个是比较小的嘛，年龄是4岁，所以这里面，所以我下午才要跟大家确实这些相关的资讯，可能要在下午会比较更清楚，不过这个可能性很高的了，因为他是4岁的小朋友。好，新唐人提问，想请问指挥官，就是如果民众他们在连假期间有戴口罩，然后去的地方现场主办方也有做一些体温的监测的话，民众还需要自主管理吗？那像去大卖场这些人比较多的地方，也算是去人潮聚集的地方吗？对，那样来看看你拥挤的程度了哈。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你要做一个统一的规定，事实上是很困难。不过我认为我们的民众对防疫的意识是很高的，如果做好的保护相关的，我们还希望就是说，非必要的外出，我们是希望是能够禁止非必要的外出。那如果你在办公的场合一定有必要，可能就有一些资料或者你的电脑或者你的需要去拿，那尽量少跟同事来做这样的一个接触。那因为你办公处所你也先报告过你有这样的情况，那大家尽量一定要把这样的安全距离把它隔开来。总之任何的措施我们都希望能够安全的，台湾能够安全的不要这样全面的禁足，能够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那当然任何的有这样的一个群聚或社区感染的情况在严重，那我们不排除任何更加严格的方式。好，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上午的记者会先到这边结束因为下午2点还会再继续就疫情的部分跟大家做说明。好，那我们记者会就到此谢谢大家，谢谢。